好，本样真到现场，刚下送一摊呢，老太家烧嘅古王争霸战吼，也係用嘅來比賽吼。不過，其實古王吼唔係像呀，按西古聽聽吼，係嚟動態嘅古嘅吼，係有動到嘅人吼，我嚟廣告嘅按嚟吼嚟聽數。所以咪係咧麥基啊，係咧團吹嘅伊咧景色就錯嘅係冇。不過吼，呢度吼，家下有講到嗰種吼特別來分組來比賽吼，係因為有乜個原因冇？因為從一百號做的看到呀，客古明星吼，古王爭霸戰吼，佢嘅時間就係啲7月19號吼拜六嘅時間，分組嘅3組呢，架鼓競技吼，架鼓吼比賽有古王咩，還有沙飛，還有學生嘅古王啊，做乜個我按嚟分做3組咯？我哋吼今年開始10人分，用8人分，認為當年比賽吼。古王組攏是當厲害，哦，就創下古王組，古王組，古王組攏是當厲害。記得當年來參加，得前3名呢，幾乎都是差不多的團隊，就造成小孩子、學生，han就安尼撒氣地背，吼，冇得撒團地背，人都講，啊，記得按厲害，前3名用錢，永遠用錢係不記得，不記得就好了，我哋。永遠都是冇機會得前3名。意思係對今年以前吼係冇分呢，係古王啊，還有一般的民眾啊、學生嘅向下組青人向下來比賽。嗰陣當然有其他學生嘅冇成就感嘅啲冇，大概就係你古王就好嘅啊，大概就半家就得就好嘅。錯，記得用錢裝嘅感覺。真係用按你人來反應就錯嘅。錯，都係因為記得按反應，我遲到記得講動就力。我辦比賽，我當然想會動腦面，動人來參加，所以我就採取了他們的意見。我今年開始，我就來去分3組來比賽。像安尼古王組，都係前3名，你有得到我哋係比賽前3名嘅團隊。然後安尼立案的有名的民俗技藝團體，這種就來參加古王組比賽。專業嘅部分啊。錯，你係專業，你係你哋來，我哋獎金嘛係過掉嘅，係錯。不過沙飛留學生嘅沒有可能變做古王組哦。假使佢喺3年，連等3年後就有得到名次嘅，方面做得變做古王吼，古王嘅。我哋嘛就鼓勵，你若今年你到沙飛組嘅古王，你就有信心，你明年做得。直接跳級來參加古王組，只要你有信心，用錢走得。還有看這個係長途啦，係冇？錯。不過說也看到嘅呀，沙飛組啦、學生組呀、兩組就係用年齡層來分就錯嘅。來分錯。安尼嘅沙飛組就係安尼一般嘅沙團、沙氣嘅人，然後高中以上嘅學生嘅，安尼嘅學生組就係安尼國小、國中嘅學生嘅。不過來看到也好分也組別吼，有冇共用嘅素材吼，也沙飛組啦、學生組嘅部分吼，係唔係啲學校地度會有安尼嘅沙團？還係講就係搶喺沙期地度，就係8日鐘嘅沙期對一開始係8日鐘開始咩？不過配咧素材吼，沒有其他嘅沙期咩會來注意咧就係打鼓隊伍冇，沒有安尼嘅情形冇。有，我哋禮拜學生組報名最踴躍，因為古王組、社會組，我哋係要求一種傳統。人力扛教鼓，學生呢，我哋嘛要做等比例大小的鼓，我哋老都係強用嘅，強態。錯，本學生呢嘛講得讓，我講記得，好，我們比較偏向創意。你做得打傳統嘅大鼓，你嘛做得東洋鼓、西洋鼓、花鼓，什麼非洲鼓、森巴鼓，我們比較偏向創意。唔過喊係我有高嘅就錯嘅，還是要有一個轎子就錯嘅。創意的部分不用，是，對。唔講我哋就走等比例的小轎鼓，你拿用緊用嚟比嘛，做得用。不過你剛才講到嘅有3種吼，有3種目標嘅組吼，做清就係無限演示嘅，那在演示就做得來。錯，從我哋今年報名都見了下，要台北、新竹、然後台南。
来队伍来参加嘞。不过从亚中吼，你刚才没有讲到吼，啲福教地度没有鼓励学生嘅来打鼓咪，因为也算係咧法典，伊咧清泰嘅咧盛世吼，伊咧发通嘛吼。但福教嘅部分吼，係唔係沒有人為目標用嘅鼓勵嘅方式？因為像我有咧社團吼，除咗要福教嚟鼓勵啊，我嚟補助，咩我要經費呢？錯，係我一真重要啊！就上多，我對經濟上嘅不然你嘅活動都精彩，好。不然你的觀眾看到啊，每一隊都好厲害，所以我們有酌編一些補助費，就是針對哈，我們希望佢哋搶線上能夠佢哋，我哋就補助佢14點鐘嘅鐘點費，老師鐘點費，講師費就是，就是希望他們能夠來比的時候，每一隊都很厲害。錯。不過剛才有看到吼，也除咗也喺比賽嘅規則以外咧，還有啲加鼓嘅體驗吼。看到呀體驗吼，係唔係平常時係像人家就係那種觀光客，係唔係就做得去體驗？錯，我哋就用2座轎鼓去現場，係邊啲嚟？係就係比賽用嘅哦，就在復原國小比賽的現場，你遊客一定很好奇啊！哎，他們打得這麼好，有辦打，我哋就搶嗰種種子教師，哈！遊客要是有興趣，你也打看看。然後幫人嘛，唔是現場，都是現場，我哋很嗰個線上教佢哋大概怎麼打。哦，就從呀八面紅看到嘅係冇，就做得搞開打。錯，哎，大家來體驗一下。教練係冇，還係民眾而已。我係搶嗰種復原社區，因為佢哋學未打，我哋會搶2屆。這個稍微教大家一下，有興趣啊！有些人只是拿着鼓棒拍個照，到此一遊。可是你看到也好，還有對聯呢，錯，也沒係咧創意嘅一部分就錯嘅。對聯是我們自己寫上去的。比賽的時候對聯，還有上面那個轎鼓的那個簾子，都我們主辦單位事先處理好。不過也係特殊，就做得冇強用就錯嘅，看自家嘅創意啦。錯。聽錯以為咧天棚界安尼較好啦，唔會把按捏的吧。不過看到吼，也做親就係啲呀操場啊，好高地度嚟期盼吼，也千一分吼，啲把臉啊吼，係唔係含喺凍熱咧？伊咧甜食啊，凍熱，所以我哋一定會搭棚嘅本大家歇困，至復原國小就有隻好處，去當到樹誒，就對因到個等咧那度樹下度臭能亮亮，摸到自己種嘅廊道走廊嗰邊吼，嘿，錯。唔過啲嗰片咧時節吼，看到啲順風要動到嘅觀光客啊，像捱去到嗰片嘅話，咩係觀光客就對，去到嗰片都得看到佢條欣賞，佢條比賽，雖然係比賽，做呀觀眾朋友來看。係看伊嚟表演係冇，看伊嚟嘅感覺㗎，要動到嘅故事。聽講你現場吼嚟啲比圖啲比賽時節，係唔係聽說上映會特別的台呢？動台，真的很震懾人心。我當年排完一他咧，隔天我就會喉嚨就對沒聲音好幾天，因為都拉高了嗓門跟大家講話。我說第一比賽時節吼，算嚟用乜個比賽規則哦？因為看到吼啲啲操場地度就會有兩吹，也係一聽嘅，一擺就係兩吹嚟比係冇？錯。啊，佢就按嚟行來行去，按用嘅嚟比，按用嘅嚟比。好，大概講一下，比賽場地，而且在籃球場地北讀，哈，籃球場這邊會有個中心點，2隊分別兩邊，先尬個3分鐘，好，然後交換場地。就係第一片就係有一類衝踢就錯嘅，東岸係一類中線，啊就有兩吹到啲呀兩片就錯嘅，啊兩片我嚟先自家嚟展現一下，就像家下嗰種嚟小嘅自家強用，係兩吹就先嚟小嘅自家係冇，嚟古鎮安尼。我哋會透過主持人，佢哋比賽當中，主持人可能就會介紹哦，今年場中間進行的比賽是什麼隊跟什麼隊，什麼隊是由哪些人組成，他們的特色係乜嘅？啊，你兩吹唔會干擾哦？唔會，就不會。唔會，我們有那種舉牌人員，因為聲音完全聽不到。譬如說比賽開始，我們可能有個牌子。會比賽開始啊，或者換場，或者比賽結束，要發成歌吼，就係兩吹吼，拄好，佢一鼓吼係強用嘅苗毛，強用嘅曲目會有安尼發生咯。
不太会，嘛，不太会。谈讲记得就所谓的古典冇强壮的欣赏去搞的。哦，清楚嘅冇強用，嗰個啲現場出題要比泰山，還會比氣勢係冇？還要比鼓藝，鼓藝哦，是，也會跳舞係冇？那個鼓，我們鼓打鼓的鼓，就是說。聽起來雖然都是一樣的聲音，但是老師有教過的，超。因為你看到有動到，你還會甩那個鼓棒啊，你見咩係一種吼？對，係太敢強下來甩鼓棒嘅時間，會懂扯有冇？可以人咩係咧懂震撼那方面呢？錯啊，這就是他們的創意的一部分。嗰個一擺吼，按你分組過後吼，大家咩做得嚟到去現場吼看到，係較專業嘅，係喺好教嘅，也咩做唔得講係。好教嘅啦，係一開始咧，看老古王嘅冇強樣嘅表演，看創意嘅，咪做得嚟大家好，就做得嚟到呀強樣係啲豐年沙田嘅，嗬豐年國壽就錯嘅。錯。唔過大家咪做得去體驗一下，啲現場會有亮嘅咩？做得嚟大家翕相咪好。錯。嚟打鼓咪好。對。係啊，啲鼓嗬係鼓棒啊，係係一講嗬，會動蟲喎。動蟲。動蟲就錯嘅。43年係做得，我嘅成果啊，嘛搞嘅 balance 好，冇辦法講起來。對，所以它是考驗他們團隊嘅嗰種誒團隊默契。嗰時候咧，觀眾朋友睇到嘅片咩做得講困啊？做得啦，做得啦，體驗。咩做得就做嘅，做得。嗰時候上嘅體驗咩年後咩做得睇到現場啊，嗬，除咗翕相咩做得打鼓腔啊，困啊，嗬。係。看到嗬，還有第三咩就係放太寧細緻腔下搞生趣環保神奇嘅環保嘅 DIY。嗰時候啲順後面會有 DIY 園遊會，大家腔下來搞係冇？有。然後漢語雜誌啦，因為安尼客家時下特殊，像些伊打字打唔出，佢配合很多用料啦，加嘢用料啦，用料，台英設置強下來搞生氣，環保 DIY，我對設計從竹青音那兩，桐花波浪鼓，這就是我們 DIY 的項目之一。我對設計喜歡，哈一個客家絲很可愛，然後一個這個 DIY 沒有客家絲哦，是小小啊小朋友那種，之後就真的去把安內帶轉去，對，就讓小朋友帶着回去，而且我們比較設計的還有一個用意啦，就是環保 DIY，我們用的素材髮布，你看不出來哦，該地板用錢係安尼每種的該碗呐。碗哦，對，就是我們那種紙碗，做得嚟充分利用，唔過就係老幾啊，就安尼包裝一下咩清醬嗬，清定一下安尼。錯。嗰個有太寧細緻，真係是太寧細緻，就強下來搞，然後報名哦，要 DIY 鋪。現場報名，我們數量有限，啲現場就好。還有一個特色，我對係搶安尼嘅客語新傳師，我做老師，佢順沙教伊做了啲東西，順沙教伊講簡單的學會。哦，也會用嘅來講，也波浪用嘅講，也係發布，順便學客語。係，我講好嘅，可能真做得帶進去用。睇完你嘅分別。嗰時候咧，今年後嘅發通學出題啦，學比賽嘅部分咧，學係要無強用嘅分數以外咧，其實要讀到嘅人啊，像安琪涵聽觀眾朋友學係無比賽方面做得許多嘅片學來參加，也生意太節慶哦，學節慶就係也鼓王爭霸戰，要讀到嘅發通學就做得保本大家就做得 DIY 強下來去聊聊一下哦，還有乜嘅精彩嘅發通咧，也下先來聊一下，等下就保本大家啲哦。